手把手，祷告手，我们要完成一样的服事，一样工作，一个人比较容易，还是一个团队比较容易呢？我想我们每个人答案会有一点不一样。因为如果是一个小事情，那我们觉得哎呀，自己什么时候来做都可以自己做一做比较快啦。但有时候有些事情，像我们现在正在搬的这个英雄梦工厂的这个道具它其实非常的大，虽然它不重很轻，可是一起来抬却感受到那个团队的力量。所以团队力量是重要的哦。在圣经当中也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是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恩惠，好好的运用不同的恩赐，做应该做的事。什么是应该做的事呢？就是我们是在不同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这个镜头里面，影片里面，有人1、2、1、2一起搬，有人是发号施令1、2、1、2，有人在旁边指挥一下，请不要过来哦。也有人是专门在照相记录，是吧？我想我们能够同心，同一个步调，大家一起同工，最后我们可以一起享受同享这个结果。哇，这是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美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生活中如何与人分工合作完成一件事，带到恳求主帮助我在某一些事上跟人分工合作完成一件事。家庭也一样我们在哪些事上我们就要彼此分工合作完成一件事。哇，真是好真是奇妙的那种一起同苦同欢乐，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美好的事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